有一群对法国发展在地观光真有理想的青年，伫南投的中兴新村成立一个省府日常散策的聚落。因的带动之下，愈来愈多店家进驻中兴新村，改造老宿舍，嘛，互人看到中兴新村无同的风貌。除了透过路线的安排，加上聚落品牌店家导览，后来参访的大学生做伙熟悉无同风貌的中兴新村，也让他们看看，其实如果说以自己现在在学校所学的，对于家乡，就是说，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投入，或者说，可能他们自己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经过省府日常散策的带动，愈来愈多店家进驻创业，除了宿舍改善的空间展现创意，嘛有这阵大部分是头一摆来中兴新村参访的少年人有真深的印象。就是有现代风，然后有就是那种老旧的怀旧风这样。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就这一间它也是有融合许多音乐元素在里面。希望说从这当地的这所有的生活啊的状态有没有去截取出一些元素来？可能我们在这边会办体验啦、活动啦、市集啦。透过参访、小旅行、DIY 体验等等多元的方式，这阵进驻的店家拍拼推广中兴新村的水，嘛期待少年人的假日会使做伙拍拼，让中兴新村会当更加发展。